小你讲了好哈。报告，叫啦，系啦，哇，唔是啊，啊你头，你倒啦，你你慢点让我吹。我无打，来，好，你，安尼我大面对面讲话啦。安尼好，胖哥，你安尼唔对啦，你就无意思啦，怎样？你挑工的啊，你明明知影我就我无爽快，我头歪甲安尼，你甲我学甲安尼，你讲迄无，你实在讲是不是？我哪有咧甲你学？我当时咧爱刺激。本来就是安尼，你讲刺激啊，你两个阿某都无意思啊，你甲我起笑就对啊。无啦，唔是啦，咱两个拄安尼是安尼面对面拄啊好对歪对歪嘛。对。哦，就无法度，我就讲拄啊拄对，安尼都要讲话，唔知拄啊好哈。哎呦，我约你来就是代志要甲你讲嘛。是啥物代志啦？我会记得你歪头，你歪头是头发身躯着。你莫胡白讲吼，啥物头发人洗身躯，你无伫遮我唔敢讲。不要紧，不要紧啦。真啊假？阮阿某就嘛互相头发对方身躯。无啦，你真走运啊！怎走运？出运哪有走运呢？我走带去啊！好，我甲你讲，我有啥头歪甲呢？是啥？我就甲你讲，我搬厝嘛。对啊。拄啊好搬伫迄厝吼，对面是迄查某囡仔的宿舍啊。搁拄啊好，伊的迄洗身躯间啊。你无够歪哦。伫我对面。遐拄。嘿啊，逐工暗时哦，差不多拢有30-40个查某囡仔伫遐洗身躯，我毋是挑工要看。夭寿。伊就叫是讲对面无人，其实我有伫的，我就安尼看。你嘛知影，拜托30-40个，拢总看了2点钟。这安尼徛个脚拢麻去啊，我就滑倒啦，摔跤。啊，这食得啦，莫讲着我恁呢，你安安尼啦？我心疼罗心地过他结婚嘛，啊，规暝拢无困哦。当然啦，你某这样水当然无困，困得无彩啊。嘿，外群我多变安尼。你爱保养啦。唔是啦，拢是伊啊，逐工拢安尼歪歪头，啊，甲伊讲话嘛歪歪头，啊，即马结婚啊，就是困去的时阵，配合伊嘛要头歪歪，啊，即马拢老整啊，唔知到底是咧倒位。我无讲话，有在这听较无。我知，伊是讲伊是配合你啦，伊做的是无问题啦，你的头歪歪个车袂过来。对啊，逐工配合我你耶。你讲今日你搞约出来要创？哎呀，你是看医生拢无效药了。看几啊医生，食药食几啊遍都无效啦。啊，你医生看到，我今日特别找你看到你头歪安尼有啊？这是安尼啦，因为我有去市场边听到讲有一间哦，讲迄登山来的师傅，讲我咬咧安尼。你莫互人骗啊！你讲真诶，登山过来，登山我以前远远的呢。登山过台湾有哦，迄个一定相当高。电视白家你福就白啦，规个头装拢白。听讲足够，什么疑难杂症拢医的好势。真啊假啊？你若是吼，你若是脚骨长去啦，牙槽凹烂烂去啦，吹一摆就 OK 啊。安尼哦，咱即摆就来去啊。好啊，来啊，咱们来去试看嘛。好，再来去，预备起，到位啊？到啊，遮紧。哦，六个。我就是讲，敢若咱三个人歪头，即摆那伊一家伙仔拢个歪头咧。啊，就是这哦，你确定阮头的歪无找唔到方向？你头无够歪啊！安尼。对，我们对了，大家拢歪嘛，所以一定是瞎。应该是这样。这。有挂歪，等。来。医生。别人请先做较重要嘛。敢若要变无顺啦。马里奥，单指万先是请就位。我拄仔来尔咧，安尼插队呢？请就位。阿某，这个护士那敢若公职管的。这护士哦。迄护士咩？我都看过呢，可能唔知要献什么货啊？系啊，怪怪的。
幸福。没啦，牛体温啦，来，哦，阿姨，哎，不是，啊，你看手套，你是恁求什么话？请入房，哦，请入房。哎，敢若怪怪的，这敢若离开，安尼离开就无法度转来啊！我那感觉伤心哈。请入房。我先入去，一个手，好，保重。保重保重。我走入去啊。保重啦，保重。我看这个怪怪的，奇奇怪怪的。要输哦！较细你的，翁啊，这种恐怖的，那会不安尼哈？这那敢贴帮无的呢？那七彩嘛？哎呦，啊，真正厉害呢，规啊好势啊呢，哦，类型，来，请去头前，拿钱摕药啊。哦，多谢，好，哎，有高哦。没歹啦，这厉害呢，厉害呢，你看拢好啊，嘿，啊，你看，伊真正好啊呢。得你啊！嘿啊，对的。哎呦，这厉害啊呢，这严重啊呢，真正的哎有效哦。有效哦。过来，明明请就位，明明小姐。无对你。足紧张呢，别去。敢有代志啦？牛体温，有够伤胖的。久哦，伤久哦。请入房，啊，你要伤我呢？我救你，你要伤啦，伤。较忍耐咧，好，可能一个就好啊。奇怪，这个怪怪，哎，我来偷看卖。哎呀喂啊！真疼诶！恁这嘛较差不多的，阿妈棍我用喊嘛就喊袂。这就是东山的功夫啦。唐山的功夫，哎呦，我要惊死我！是好亲爱的朋友啊，我这么惊到要死，我这么心情两句会使形容。第一句叫做放尿加仑笋，第二句叫做放尿袂胶刷。拍过来，对，内底人啊，出来哦！风采这红仔惊到要死，哎呦，看到医生。哎，唔看医生也苦的吼，也讲出喊头迄边喊冇过，我惊到要死。这个心情叫做第一句放尿加仑笋，哎呦，第二句叫做放尿袂胶刷。哎，赞成第一句的请举手，加丁顺的胶刷。赞成加仑笋的加灵笋， 3个，我来过来这边来。好，第第二句是放尿袂胶刷恁3个一定经这句，是放尿袂胶刷，袂胶刷，袂胶刷不，是胶刷，哎，放尿的加冷水就是惊吓啦，嘿，嘿，就是会惊。会惊吓。会惊吗？我放尿拢袂惊咧。啊，所以你拢无加冷水啊？有啊嘛是个。真侪查甫人会安尼，会安尼，恁可能较无了解。个起价无了解哇，真的吗？所以你是放什么物件就是较多你拍开门看到迄个状况的时阵，哎呦，心内惊吓的感应觉。该安尼就应该是遐，无啦，袂有啊，没有啊，第一句哈，放尿加仑笋，这是查甫人。加仑笋有时有无共的方音，就是讲加冷笋。加冷加冷嘿，啊加软笋，加冷冇人来讲的，就是咱查甫人放的时阵，咱身躯向向踹者，啊是讲有时咱食冰吼，伤大嘴伤冷的时候，吼来踹者，啊规踹起来，那球安那虾啊咧安尼吼，变这会惊吓，就是讲吼棺叉底放炮啊。惊惊死啦！啊，另外一句就是讲放尿袂胶刷，因为尿无迄种粘性，所以有人嘛即咱讲吼，台湾人放尿胶刷袂做堆，所以若讲照头啊安尼搬出来，你看内底乒乒乓乓，看你会惊吓。所以照你讲答案应该就是啥物？放尿加加冷水，这才是答案。无人话两句拢了解意思啊。